近一半簽證到期的高才冇申請續簽，香港租金卻偏偏創下歷史新高。到底是退租潮還沒到，還是我哋從一開始就把一個人不續簽誤算成了一套房馬上交吉？想象一下，啟德有位業主手上是一套幾百尺的一房單位，每月收租2萬多。過去2年，他一直相信專才會源源不斷來港，只要單位靠近地鐵，裝修夠新，租金就可以年年加。最近他看到一個數字，高才通到期者裏面，接近一半冇遞交續簽。再看到網上有人推算，幾萬名高才嚟港，幾萬套租盤同時湧出，啟德、奧運、將軍澳會先跌，租金一失手，銀主盤再爆，整個樓市最後一道防線就會倒下。聽起來很完整，對不對？每一塊拼圖好像都能接上。問題是，這條因果鏈裏面至少有4個地方被算快了。冇續簽不等於剛剛退租，一名申請人不等於一套住宅，租金回落不等於業主立刻斷供，銀主盤增加也不等於住宅市場即將全面崩潰。今天我哋不唱好也不唱淡，我會把高才通續簽、真實就業、家庭成本、租務需求、學校安排和業主現金流逐層拆開，你會看到香港租金真正的風險確實存在，但風險未必來自一個突然出現的3萬套退租盤，更可能出現的是一場緩慢、分區、分戶型而且高度不平均的重新定價。先看最關鍵的數字，高才通計劃在2022年底推出，首批乙類和丙類申請人一般獲批2年逗留，甲類一般是3年。最早一批簽證從2024年底開始陸續到期，截至2025年7月底，有13678名高才的逗留期限屆滿，其中7394人遞交續簽，申請率大約54%。如果把時間拉到2026年2月底，到期人數增加到43979人，遞交續簽的約22735人，比例仍然只係略高於一半。這個現象唔係個別月份的小波動，它說明第一輪高才通確實經歷了一次明顯篩選。但跟住落嚟這句話非常重要，約48%冇遞交續簽，只能證明佢哋冇用高才通繼續延長這段逗留，唔可以自動證明這40%多人全部在簽證到期當天搬離香港。點解？因為獲批、到港、就業、租樓、續簽本來就是5個不同階段，有人獲批以後根本冇來港，有人只短暫來過，有人早在簽證到期前就回到原居地，有人一直跨境工作，有人跟親友同住，有人由租樓轉為買樓，也有人可能透過其他合資格途徑留港。真正能夠轉化成退租供應的，只係那些已經實際來港獨立租住私人住宅，而且在租約期滿時選擇離開的人。同樣道理，續簽獲批率約94%，也唔可以簡單解釋成只要敢交就一定過。這個比例的分母是已經決定遞交申請，也大致認為自己符合條件的人。很多冇工作、冇真實業務或者早已改變計劃的人，會在遞交之前自行退出，所以高獲批率和低申請率可以同時出現，一點都不矛盾。前者反映入境處對符合條件申請人的審批結果，後者反映人才和香港之間的雙向選擇。把兩者混在一起，就會得出一種很刺激但不準確的說法：香港明明很容易續簽，卻有一半人才集體逃走。現實冇這麼戲劇化。網上還流傳甲類續簽申請率77%，乙類50%，丙類40%的細分數字。方向上，經驗較少的年輕申請人面對較大就業壓力，確實說得通。但這些細分比例目前主要見於中介和二手報道，唔可以當作入境處完整公布的統一統計。更何況甲類首簽3年，乙類和丙類通常2年，到期批次不同，直接橫向比較很容易製造假精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曾用拍拖來形容這個過程。香港選擇能夠留下來工作、經營和貢獻的人，人才也會判斷香港的機會、成本和家庭安排是否適合自己。有人留下，有人和平分手。人才計劃唔係把每個獲批者永久鎖在香港，而係先讓佢哋進場探索，再在續簽階段檢驗雙方是否匹配。真正值得討論的
是點解只有約一半人願意或者有條件繼續？第一層原因是計劃設計本身。高才通第一次申請時，符合收入或學歷條件就可以來港探索機會，不需要先拿到香港聘書。這個設計的優點是降低人才來港門檻，代價是2年後必然出現篩選，有人找到合適職位，有人冇，有人開辦了真正運作的業務，有人發現市場空間不如預期，所以續簽率只有50%多。不必馬上理解成政策失敗，你甚至可以說首簽負責讓人才進門，續簽才是真正的就業篩選。但如果長期只有一半左右留下，政府就必須進一步追問，是正常流動，還是職位匹配、行業容量、住房和家庭成本阻礙了人才扎根。第二層原因是申請熱度本身正在降溫。高才通推出初期，短短幾個月已經收到超過2萬宗申請，而23至24年度申請超過55000宗，到225至26年度首11個月只剩31000多宗。尤其擁有百強大學學士學位並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乙類申請，已經由高峰期的28000多宗下降到約11900宗，跌幅很大。但大跌不一定等於香港突然失去吸引力，也可能包含首輪積壓需求已經釋放，合資格人群被提前消化，申請人對續簽條件有了更現實認識，以及其他人才計劃分流。任何新政策剛推出時，都會先吸引最積極、最容易行動的一批人，隨後回到較穩定水平。第一年的爆發高峰跟成熟期比較，很容易把正常降溫寫成全面退潮。不過降溫仍然會影響租務市場，因為租金看的是邊際變化。新到港租客增長得慢，舊租客又有一部分離開，即使總需求冇突然消失，業主加租的速度也可能放慢。市場轉向往往唔係先看到租金大跌，而係先看到看樓人數減少，議價空間增加，免租期變長，以及單位由幾天租出變成幾個星期。但新流量並冇歸零。2026年第一季度，高才通仍批出約7035宗，其中約6561宗來自中國內地，佔93%左右。甲類高收入申請人約2728宗，佔接近40%。商業及貿易、創新科技、金融服務仍是主要背景。這組數據說明，計劃正從爆發式增長轉為較低速度運行，而唔係突然停止。來源高度集中也帶來另一種風險，90%以上獲批者來自同一個市場。家庭兌匯率、跨境就業、教育政策和內地經濟週期的反應會比較同步。假如外部環境改變，同一批租客可能同時收緊預算，但共同語言、地理距離和商業聯繫也會讓香港繼續具備吸引力。集中既是需求基礎，也是波動來源，唔可以只看其中一面。跟住落嚟要拆的是網上傳得最兇的兩紙兩單。不少文章聲稱，2026年7月起，入境處對所有人才簽證採用統一的兩紙兩單硬指標，必須有打釐印住宅租約、連續水電煤單、獨立商業辦公室、稅單和強積金，還會連接多個部門，以人工智能交叉比對，甚至隨時上門突擊，然後再算一筆賬：住宅1年18萬，辦公室1年6萬，加上審計、強積金、保險和雜費，每年燒掉30萬，3年接近100萬。這套說法聽起來非常具體，具體到很容易讓人相信。可你打開入境處2026年7月更新的官方指南，會發現官方並冇公布一個適用於所有申請人的兩紙兩單統一政策名稱，也冇寫明每位受雇申請人都必須另外租一間辦公室。官方真正的續簽邏輯其實很清楚，受雇人士要證明已經在香港受聘並取得穩定收入，職位通常需要學位、專業能力和相關經驗，薪酬福利要達到市場水平。文件可以包括在職證明、僱傭合約、公司商業登記、糧單、強積金供款記錄和稅務文件。這裡的可以包括胡如適用很重要，並唔係把4張單據機械地集齊就自動獲得續簽。如果是創業或自雇，要求自然更深入，申請人要證明業務確實在香港運作、營運穩健，可以持續發展，並且對香港經濟作出貢獻。入境處會看公司財務、
營業額、資金來源、投資、合約、發票、辦公室證明、本地職位和強積金記錄。剛註冊一間空殼公司，租一個收信地址，臨近續簽才製造幾筆流水，越來越難解釋成真實經營。官方也寫明，審批會考慮申請人的薪酬福利、經濟效益和留港時間。核實資料時，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以進行實地探訪，但這跟每個人必須租一套住宅加一間寫字樓，否則立即拒簽，唔係同一回事。受雇的程序員、銀行經理或者大學研究人員，本來就在雇主辦公室工作，點解還要自己額外租一間辦公室？住在親屬家裏的人，也不等於冇真實在港就業。真正的核心唔係地址數量，而係證據連能唔可以說明你在香港有真實、持續、合理的工作或業務聯繫。所以每年最低成本30萬，只係一種特定生活和創業情景，唔係所有高才的法定入場費。單身受雇者如果月租15000，全年租金確實是18萬，再加生活費、交通和保險，支出不會輕。但他不需要因為續簽再租一間5000元辦公室。相反，一個帶着配偶和2個孩子，選擇國際學校又自行創業的人，一年成本可能遠遠超過30萬。同一張簽證放進不同家庭，完全是兩本賬。這也是很多高才來到香港後最真實的落差。落差不一定是香港夢碎，而係原本抽象的身份規劃突然變成每個月都要支付的生活賬單。申請時看到的是國際金融中心、低稅率、教育機會和7年後申請永久居民的可能。真正住下來以後，看到的是2房租金、孩子學費、通勤時間、醫療選擇、配偶能否就業，以及自己的行業在香港到底有冇足夠大的市場。香港高薪職位確實集中在金融、專業服務、醫療、貿易和部分科技領域，但唔可以簡單說除了金融、醫療和法律，其他行業就冇機會。創科、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物醫藥和跨境商業都在擴張，只係崗位數量、薪酬結構和產業鏈深度跟內地城市不同。一個人在深圳、上海或者北京擁有的客戶、團隊和行業資源，也未必能原封不動搬到香港。有些人成功進入金融、商貿和創科崗位，續簽高才的月薪中位數約4萬港元，約1/4達到8萬或以上。這說明留下來的並唔係一群冇經濟貢獻的人。可對另一些申請人來說，職位層級下降，薪酬不足以覆蓋住房，或者工作內容跟預期不符，放棄續簽可能就是理性選擇。唔好嘲笑佢哋，也唔好把所有不續簽者寫成低成本好身份失敗。有人一開始確實只想保留一個選項，也有人真心搬來，卻發現家庭不適應。人才流動本來就包含試錯，批評應該對準制度設計、宣傳和成本判斷，不應該變成人身攻擊。家庭裏面最難試錯的是孩子。高才的受養人逗留期限通常跟主申請人掛鈎，主申請人冇續簽或者續簽失敗，受養人一般也不再符合原來的居港資格，需要在逗留期限屆滿前離港。對正在香港仲小學讀書的孩子來說，這唔係換一張證件那麼簡單。課程、語言、評價方式、朋友圈和升學路徑都可能重新調整。政府公開答覆也留有一個有限度的轉簽可能。未有續簽高才的適齡子女，在符合政策並獲相關非公營學校取錄等情況下，可以申請學生簽證或進入許可，但當時公布的安排並不適用於內地公民，所以對大部分來自內地的高才家庭來說，父母能否續簽，確實會直接影響子女能否繼續以原身份留港就學，這會提高家庭留港意願，還是促使佢哋提前離開。兩種情況都有。孩子已經適應香港，進入心儀學校，家長可能更願意承擔成本，努力滿足續簽條件。反過來，如果學校選擇不理想，國際學校每年10幾萬甚至更高的學費難以負擔，或者家長擔心2年後再度不確定，也可能早點回到原有教育體系。教育唔係單向推動人才離開，它既可能是錨，也可能是門檻。而家進入最重要的問題，到底會釋放多少租盤？網上最常見的算法是12萬高才有一半離開，
等於6萬人。再假設其中一半租房，就有3萬套房同時退租，然後拿香港每年一手住宅供應作比較，得出租賃市場必然被淹沒的結論。這條算式的問題唔係乘法算錯，而係每一個前提都冇成立。第一，獲批人數不等於實際到港人數；第二，不續簽人數不等於在這一年剛剛離港的人數；第三，一個申請人不等於一個獨立租住單位，夫妻可能同屬一個家庭，申請人會帶受養人，一家3口只租一套房，單身人士也可能合租。第四，租約到期時間分散在全年，不會在同一天把約詞放回代理桌面。第五，離開的租戶旁邊還有新到港人才、非本地學生、海外雇員和本地家庭，形成新增需求。仲量聯行根據政府問卷和到港數據作過另一種測算，獲批人才的抵港率約64%，平均每名持證人帶來約0.9名受養人，約70%高才選擇租住私人住宅。該機構預計高才通在2023至2027年間，平均每年可帶來約12000個淨租賃單位需求。這個估算也唔係預言，它同樣依賴到港率、續簽率和家庭結構假設，但至少它提醒我哋，一邊有人不續簽，另一邊仍然可能存在淨新增租務需求。市場看的是流入減流出之後的淨數，唔係只把離開的人放大。截至2026年7月，香港眾源城市租金指數報136.34，按月上升1.29%，連續8個月累計升5.58%，並且連續多個月創歷史新高。在121個主要屋苑中，首7個月有超過3%錄得租金上升。如果所謂3萬套退租盤已經全面衝擊市場，我哋首先應該看到的不會是租金指數繼續破頂，至少截至目前，數據冇證明香港正在發生全港性的高才退租崩盤。有人會說租金指數是滯後的，真正拐點已經出現。依據是眾源經紀人指數裡面，住宅租金預期連續3週回落，可最新指數仍在62點多，而且連續41個星期位於60點以上，這個指標高於50。代表前線代理整體仍預期租金向上，連續幾週下降，只能說樂觀程度有所降溫，唔可以直接翻譯成租金已經暴跌。真正值得警惕的唔係全港指數明天轉負，而係局部供應高度集中。啟德、奧運、日出康城點解經常被點名？因為這些地區新樓多、細單位多，投資者比例較高，又受到專才、年輕專業人士和學生歡迎。大量單位的面積、裝修和交通條件相近，租客替代選擇多。一旦同一時間出現較多放盤，業主很難靠我的單位比較特別守住叫價。但具體項目資料也必須講準確。啟德的部分屋苑和日出康城一些項目，早在數年前已經入伙，並唔係2026年4月突然出現的全新供應。把舊入伙資料搬到今天，再預測幾百套房同月釋放，會人為製造一個不存在的供應炸彈。目前啟德細單位租務仍然活躍，一些200多尺單位月租大約15000多，300多尺一房約2萬左右，兩房可以達到3萬上下。這個價格是否偏高？市場會自己回答。只要租客仍願意成交，它就是現時價格。當同類放盤增加，成交時間拉長，業主才需要用減租回應。專才盤真正的風險可以用3個詞概括：集中、同質、槓桿。需求集中在少數客群，供應集中在相近時間，戶型有高度同質，價格就會對邊際租客非常敏感。假如業主同時做了高成數按揭，指望租金覆蓋大部分供款，緩衝空間自然比自住業主少。舉個例子，一套房原本月租2萬，租金下降15%，就剩17000，每月少3000。如果一年裏再空置1個月，全年租金由24萬變成187000，收入少了53000，平均到每個月相當於少4400多，再加管理費、維修、差餉和按揭利息，現金流壓力會明顯增加。但壓力增加不等於馬上斷供。業主有冇工資收入？手上有多少儲備？按揭餘額多高？是否還有其他資產？都會改變結果。1個月租跌3000，
對現金充足的長期投資者，可能只係回報下降；對本來每月已經倒貼1萬，又剛好失業的高槓桿業主，就可能成為最後一根稻草。所以租金和樓價有關，卻唔係租金一跌，樓價必然全面崩潰這麼機械。投資者願意付出的樓價，取決於預期租金、空置率、利率、維修成本和要求回報。租金下降會壓低估值，這是基本邏輯。但利率下降，市場情緒轉強或者未來供應減少，也可能抵消部分影響。反過來，租金上升時，如果按揭成本更快上升，樓價仍然可能受壓。租金唔係樓市最後一道孤立防線，而係整張現金流網絡裏的一條重要支柱。再看銀主盤，2026年8月上半月，市場統計的銀主盤存量大約454項，較7月底增加，也較4月低位上升約25%。這個趨勢需要重視，因為它反映部分借款人的還款或再融資壓力。可454項包括住宅、工商鋪胡車位，其中接近一半屬於工商鋪物業，唔可以把總數全部算成住宅業主，更唔可以說這些銀主盤都是因為高才退租導致。公開資料顯示，近期庫存增加也跟二手及銀主盤成交放慢有關，買得慢，庫存自然上升。新增斷供只係其中一部分，如果要證明高才退租導致住宅斷供，至少要有更細的數據，銀主住宅所在地區原本是否出租、租客身份、斷供時間、按揭餘額和業主收入。而家冇這組證據，把兩個同時上升或下降的現象接在一起，不代表已經證明因果。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國際學校、零售和餐飲。高才家庭減少，當然可能影響國際學校收生、屋苑附近餐廳、超市和服務消費。一個帶孩子的家庭嚟講，損失的不只係一份租金，還有學費、交通、購物和日常消費。這種乘數效應是真實存在的，但把香港所有結業潮都歸因於高才離開就太簡單了。香港零售餐飲同時面對租金、工資、網購、港人北上消費、旅客結構改變和經營模式老化。2026年上半年，優質商場空置率升到13.7%，確實創下高位。與此同時，核心區街鋪空置率卻回落到9.1%，非本地品牌進駐數量也有所增加。一個市場可以一邊關店，一邊開新店，這叫結構轉換，不叫一潭死水。餐飲數據同樣分化。2026年第二季食肆總收益按金額計算輕微上升，但扣除價格變化後，實際數量略為下降。中式餐館和部分非中式餐館有增長，快餐、酒吧和其他類別承壓。你可以說行業經營很辛苦，卻唔可以說所有消費已經消失。最有解釋力的結論唔係高才走了，所以香港經濟完了，而係香港任何一個地區、學校或商戶，如果過度依賴單一新增客群，都會在流量放慢時暴露問題。專才需求是一股水，唔係永不枯竭的自來水管。經營者和業主應該把它當增量，而唔係把全部預算建立在增量永遠加速之上。未來一年，香港租務市場大概會出現3種可能。第一種，也是我認為概率較高的情況，是全港租金仍有支撐，但升幅收窄，地區之間明顯分化。真正留下並成功續簽的人，大部分已有穩定工作，收入中位數高於全港水平。新人才、非本地學生和海外雇員繼續補充需求。與此同時，申請量和到港增速放慢，部分同質化細單位議價空間擴大，指數未必大跌，但唔係每個業主都能繼續加租。第二種是壓力情景，如果未來續簽申請率繼續低於一半，新批戶實際到港人數進一步下降，非本地學生需求見頂，偏偏啟德、北部都會區或者其他新發展區又集中落成大量細單位，再遇到就業轉弱，那麼個別專才盤租金下跌5%到10%並不意外。空置時間一旦拉漲，高槓桿投資者可能減價放售，局部樓價會受到壓力。第三種是需求繼續超預期，成功續簽的高才把配偶和子女接來香港，由單身夾租轉為整租兩房。部分國際企業擴張，大學增加非本地學生，人才由短期探索變成長駐，這樣即使只有一半到期者續簽，
淨租賃需求仍可能為正，租金繼續在高位徘徊，哪一種會發生？唔好靠口號判斷，跟住落嚟應該看6個指標。第一，到期人數和實際續簽人數，而且要用同一批次、同一時間口徑，唔好拿2025年7月的首批數字跟2026年4月的累計審批數字直接相除。第二，實際抵港率和通常居港人數，批出10萬張簽證，不等於10萬人同時住在香港。第三，家庭結構和私人住宅租住比例，一個4口之家是1套房，唔係4套房。第四，重點屋苑的真實租賃成交、放盤量、平均出租天數和免租優惠，叫價可以很硬，成交和空置時間才是答案。第五，新盤落成和入伙時間一定要分清已經入伙多年的存量屋苑跟未來真正新增的供應。第六，住宅銀主盤和拖欠率，唔好把工商鋪、車位全部混在一起，只有這些指標同時惡化，才有資格說退租正在變成樓市系統性風險。如果你是高才通申請人，這場討論給你的提醒也很直接，唔好把身份當成一張低成本彩票。第一次獲批只係讓你有時間探索，不代表7年後自動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續簽要看真實工作或業務，申請永久居民還要證明連續通常居住。你需要先回答3個問題：香港有冇適合自己的崗位？家庭每年真實開支是多少？如果2年後工作不順，孩子和配偶有冇退老？把住宅、學校、保險、交通和兩地往返全部算進去，再決定是否舉家搬來。千萬唔好為了製造續簽材料，購買虛假僱傭、空殼公司或偽造單據。官方明確寫明，虛假陳述可能構成嚴重罪行。身份規劃唔可以建立在僥倖上。如果你是租客，未來局部分化反而會增加選擇。唔好只盯着全港租金指數，比較同屋苑同時放租的單位，記錄放盤多久，問清楚管理費和維修責任，嘗試爭取較長租約、續租上限或者免租期。啟德租金冇全跌，不代表每位業主都冇議價空間。同樣，看到一宗低價租賃，也唔好當成整區已經崩盤。如果你是收租業主，最該做的唔係在評論區跟淡友吵架，而係做壓力測試。假設租金下跌1成，空置2個月，按揭利率上升1個百分點，再來一筆維修支出，你能唔可以正常供款？如果唔可以，就應該提前增加現金儲備，調整叫租或者重新評估持有。市場真正懲罰的唔係看錯一次方向，而係完全冇緩衝。我個人認為，高才通正在有搶數量進入看流傳的第2階段。第一階段最容易展示的是批了多少申請，來了多少人。第2階段更難，因為要回答這些人有冇找到合適工作，家庭是否願意紮根，產業能唔可以吸收佢哋，住房和教育成本是否合理。一個人才計劃真正成功，唔係機場入境數字好看，而係幾年以後，這些人仍然在香港工作、納稅、創業、消費，也跟本地社會建立真實聯繫。反過來，適度流失並不可怕，讓不匹配的人離開，把資源集中在真正能發展的人身上，本來就是篩選的一部分。可如果最有能力、最願意投入的人也因為住房、教育和產業機會離開，那才是需要正視的警號。所以高才退租潮會不會來？我的答案是，局部退租一定會有，而且已經隨着簽證到期持續發生，但目前冇證據支持3萬套住宅突然同時湧出，全港租金馬上崩盤。真實走勢更可能是舊租客離開，新租客保圍，部分地區繼續升，部分同質化專才盤先增加議價，最終由淨需求決定價格。租金創新高，不代表風險不存在，接近一半不續簽，也不代表末日已經到來。把這2個看似衝突的事實放在一起，反而能看清香港而家最真實的狀態。人才紅利還在，但最容易賺的第一段紅利正在過去。未來拼的唔係誰最早喊出崩盤，而係誰能分清申請、到港、居住、租樓和續簽這5個完全不同的數字。潮水未必突然退去，它可能只係流速開始改變。對租客，這是議價機會；對業主，這是現金流考試；對香港，
則是一場從搶到人走向留得住人的長期考驗。你認為高財通對香港租金的支撐還能維持多久？你所在的啟德、奧運、將軍澳最近是加租更快，還是放盤開始變多？歡迎把真實觀察寫在評論區。如果這期內容幫你看懂了近半不續簽湖租金創新高點解能夠同時發生，記得點讚、訂閱，也把視頻分享給正在考慮來港租樓或者買收租盤的朋友。數字可以製造恐慌，也可以拆掉恐慌，關鍵是我哋有冇把它算對。